来到时阵，包括这个爱奇艺，包括这个腾讯、卫 TV， 那真正退出到台湾，那呢已经先来纳钱的会员要安怎自保呢？消保官讲，这个 OTT 的业务并无全法，那真正要退出到经营，就要家己依照着比例原则来定出着退费的方案。啊，会员若认为无够好，嘛当透过各地消保处来申诉。不过，这个爱奇艺来强调讲，目前所有的服务拢正常，若有变数，嘛会保障消费者的权益，请消费者放一百心。担心说退费方面的问题，会，一定会。订爱奇艺一摆开1899，会使看1年。若我都看小可代志，钱要安怎摕较重要。要如何退费，这个是比较烦恼的。我觉得就退费吧。消费者嘛关心爱奇艺敢会撤出台湾，因为 NCC 甲经济部联手修法，和中国 OTT 平台透过代理商落地变成违法。若实施就要撤出，那咧消费者权益可能会受到损害。记者实际问网络客服人员，敢若讲即马是拢正常，请会员放心，无加做说明。消保官是讲，因为 OTT 的业务伫台湾无专法，平台应该依照民法还是消保法，依照比例退费。说业者这边要主动的提出他的相关的退费方案，然后主动的联系给消费者，不满意业者所提供的一个退费方案的话，也可以跟市政府来提起申诉。目前受到新法影响，中国 OTT 平台有爱奇艺加腾讯旗下的 VTV， 统计用户差不多拢有1000万加几啊10万，不过无愿意透露可能影响的付费会员数。对了，这个代志，爱奇艺台湾站回应讲，目前服务拢正常，内部要伫讨论法规运营的方案。若是讲营运真正受到影响，会将消费者的权益放伫头一位。